网络顶流传的文章，讲食金蕉、往来甲柑仔类的水果会当防中风，但是有影无影咧？咱来请教专家。 救护车一路向前开，但是中风就发生送医汪汪的赔付。今中风来，真侪人上网找预防的小撇步。拍摄关键字会出现一系列食水果防中风的文章，就连伫赖顶面嘛有流传这款的信息，90%的人唔知影食这水果才会当真正预防中风，所记的就是伊。 网络上说多吃香蕉就能够预防中风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我们实境请专家来为您解答。 金蕉含有钾离子，确实对身体健康有帮助，不过这会当帮助心脏甲肌肉收缩，无预防中风的功效。对脑血管有没有预防性中风这个点，目前还是存疑啦，并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。你身体的恒定的承载量钾离子是一定的，并不会因为你多吃就多跑到脑部去，超过那个恒定的值会透过我们的肾脏排泄掉。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吃什么就补什么。除了香蕉以外，在网络上面还流传另外像是吃柳橙，还有柠檬，还有凤梨，要多吃能预防中风，真的假的？单一用水果来预防中风是不可行的啦。长期吃大量水果的人，是不是最后比较少中风？又不见得哦。假如他今天又是一个糖尿病患者，他吃很多维他命 C， 很多水果。 那血糖控制更不好，造成中风成因真多，靠食水果预防中风，目前医学上并无根据。就连伫网络上讲，有日本医学研究证实，其实这加食金蕉会当提升免疫力，并不是预防中风。文章被误用，民众看了可能以为是真的，会误就医。营养师提醒，水果食伤济，有其他的副作用。 超过我们就是每天的那个摄取建议量，其实也会等于说无形之中增加热量的摄取啦。可以选择就是当季的水果、蔬菜、水果，然后可以多样化的摄取。以成人来说，至少每天就是蔬菜是3份，然后水果是2份。 身体想要爱健康，这食食也是爱平均。若是有慢性疾病，上好爱定期检查，生活起居正常，有规律的运动，无食薰，无啉酒，莫去食这高油脂食物，才会当避免中风。